乡亲好，欢迎大家收看出名台会，我是汪小 K。我哋下呢系到苗栗台府嘅新会国小，呢个国小细细早就到苗栗呢个李五滩水过顺条非常安详哦。不过呢个学校可能蔓延就会飞高咧。苗栗县政府系调查呢个染毒33学生儿以下嘅学校全部会废退。不过地方嘅社区居民系非常暗反对，大家就动手气哦，都请名句为了正式学校做啲转型，至少2年嘅时间本记录来达标，让学校保留下来。不过县政府系唔同意嘅。出面台会居民来到采提要强到社区居民，还有教育处，还有立法委员或者专家，更好来探讨面对少子化，敢讲废教系唯一最好嘅教育办法系么？影片去到讨论嘅现场。开会了！大家咧夏天咧强调来到讨论界现场哦。今晡虽然讲有落水，不过乡亲朋友大家都动团起吼，还系来到现场共下参加。影片为大家绍介来宾，第一位绍介大家动熟识的，印尼界立法委员吴义静，吴委员你好。主持人各位乡亲大家好。分享抢错。第二位来宾呢，印尼绍介系苗栗县教育处的科长，我们的郑芳瑜郑科长你好。主持人还有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寇总。第三位来宾呢，今日下动惯性教育问题，绍介系全国家长团体联盟的理事长谢国清，谢理事长你早。主持人各位乡亲大家早。欢迎。现在嘅苗栗台府嘅乡亲朋友大家早。其实呢，今晡日系学生儿开课嘅日了，9月份嘛，学校开课咧，小朋友通学困到吼，又会欢喜共度几群。其实强调困到了顺条，就系印尼苗栗台府嘅新开国小，今晡记到开课，通学见面都动欢喜哦。不过呢，很系了到学生儿可能因为学校经来经细，忙电脑毕业可能就会崩溃落咧，因为政府了下为老师学校废退。科技业不景气的时候，可以关厂转调员工，学校可以吗？小校裁并的问题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关注，往往是因为这一些规模过小的学校，恰恰是当地唯一的资源，而往往学校不只是学校哦，所以提供社区嘅乡亲居民才会群起起来进行保卫。到健康讨论之前，对看两团 VCR。今年初苗栗县太湖乡的新开国小，因为学生的人数无啦30万人，县政府决定将我哋105年废教，引起地方强烈的反弹，嘛非常的唔判得。80年呢，水库做好以后呢，也都村民全部就被砍到那边去，政府人为的逼迫，让他呢变得没有30个人的这个学生这个境况。客家民族比较温良恭俭让的民族，比较不喜欢走上街头去抗争这些，除非碰到他很舍不得的东西。就系为到爱去利用他们水库，将会促成人口的外流，也下政府稍微反告为因而废教，为到表达复教的决心，村民会慢慢的向苗栗县政府抗议，甚至北上教育部来澄清。新开国小，它为什么一定要留下来？因为它是我们村子里面的文化一个传承的场地。一旦人种成好子两件事，图书港田，图书系客家人的态势。学校一旦废业就无诶，村民希望做啲暂时冇废教，本新开2年的时间来转型。县政府啥讲也系支持的政策。让我们新开国小的话，延2年的话，对其他学校的裁并会产生困扰，所以他就一律把他5所学校30个人学校，他就不管你的因素。然后就一定要把你裁掉。连2年内都用得到嘛个，任2年就有19个，过来又10个，又11个，现在就可以接触的人数就会保持的安好啊。民国93年、93年建议教育部应该裁并8年以下的小学校，1年就做得3000万。不过唔是80岁的老阿婆啥讲，安苦冇本身人的读书。苦没冇法吧？因为我本台是政府啊，人也苦啊，自家他人苦冇相关。10年的目标，而比说沙费，而都比读书。我们这学校接近100年了，废一个100年的学校，口头一声废就废。你看我们村民情何以堪？过去台湾安桥嘛做地维持1村1学校的政策，因为也下国民所得将近了2万美金的，废教3边做的集体的政策。
已经好好甲学校，你讲为废体，是有它背后的一些经济成本，还有学习成效的考量啦。不过，你基本的讨论个系，你要敢紧进哈佛读这个教育的精神原理吗？那当然啦，如果说它是现代少子化时代最完美的教育方式，那可能又另当别论。苗栗县政府呢？很快的，在今年开学新生报到之前呢，5月份的时候，赶快针对县内的小学校做了一份统计哦，所以就会引发一连串的事件。我们看到，他在5月1号之后统计各校在这个9月份开学以后的这个学校人数，国小在30人以下的都会被列入为废校的预警名单。所以看到全县有13间的小学人数都是在30人以下，含30人哈，不足30都要废校。刚好等于30人的，你看到有南和、龙生、海宝、双连、喜建、学校，汉卡呢少于30人的，你看到有福基国小的福德分校、烹属、水夫、太平、信惠、允义、台湾国小，还有清安、文水国小的八卦分校，总共9个学校。那么呢，我们的苗栗县教育处又在加码进一步规定哦，在下学年取消了开放学区，为了怕这个地方社区或者是学校为了保30不要废校，用勉强的手段，透过借学生啊、迁户籍的方式来增聘学生，让学生满到30的这个免财费的大关，所以祭出了这个手段，而且在进一步规定，在明年的2月新学期开学之前，如果这个些学校的人数没有满编到30。就进入废校的名单。今天我们的教育处的国教科科长来到现场，我想请教我们的科长，能不能先为我们的观众朋友说明一下，这次我们苗栗县教育处整个废校计划的处理原则是怎么样的？按照我们的苗栗县国民小学小型学校整并作业办法里面就有规定了，学生人数如果是在30人以下的话，那我们就是会针对这些学校来进行整并。那过去有整并过吗？过去有整并过，那像之前的大和国小就是有整并到三湾国小，那另外还有富田国小、丰湖国小跟新港国小，这3所学校也整并到了新港国中小。其实这些学生他们整并过去之后，在两个星期之内就可以有很好的适应了，所以大家可以不用担心学生的适应状况。那时候你们的废校时程是怎么样？跟我们这次是一模一样的吗？跟这一次其实是很类似的，但是差别在哪里？差别是在于说，过去我们的废校作业时间大概只有半年，那时候大家觉得好仓促哦。但是，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把作业期程拉长了。我们从今年5月份就做一个预告，那让学校的教职员、还有社区、还有家长们，大家有一个心理准备，也可以做一个规划。先谢谢你，待会后续还有一些问题要请教你哦。未然你好，我也请问，其实吼大家也知啦，苗栗县政府该税务总控以穷摸嘛该好哦，今天也撑出那个连薪水都发不出来的困境啊。所以这个苗栗县政府入不敷出不是新闻了。那不过呢，针对可能从经济成本考量，要省下庞大的教育人事成本，所以这一次推动废校的手段或者是过程，比过去感觉都更坚定哦。你係咪有關係？係想到講，為咗錢，為了學校學生嘅經濟先嚟廢鐵。過去75年都也哈一次為止哦，也廢校嘅一種推動哦，一次都冇成功。那一直都也2004年，剛才因體育分吼有一隻報告，佢體育排將也廢校嘅事情將也上前同廢校連向下。佢講吼，廢鐵一隻學校做得上50人億啊31億啊種報告以後哦，悄悄嘅也隻中央和地方政府吼開始往也上前嘅也考慮點。無過去其實哦，我講到一隻廢鐵一隻學校哦，行我考慮到地方上嘅發展吼，誒呢社區嘅感情，過去文化嘅吼一種嘅發展吼。那相信哦，對地方來講，一隻學校會不會有8年？大家都對呀學校出讀書，所以也過去一種嘅地方社區嘅中心點哦，一度學校都係咁樣。所以2004年以後呢，一度呢中央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
不但讲到迄送钱。但行政院主计吼，后来又颁布一则规定讲，你只有飞一只班机，那都补助你差不多一只班机60万，你要飞一只学校，那第一年都补助你120万，连续3年。嘿，渐渐的将这钱连穷下以后呢，地方政府佢因为财政的困难，佢都因为讲冇按干脆哦，学校按收咩？好，按学生按收都开始都有一种的费高，所以加速一度的县政府上一种也小学校的吼，全部同你费贴。这些全部让讲了蒙丑，就从监察院的报告、教育部的建议，再加上主计处，我还给你废校的补助经费，这3个呢变成地方政府在裁并废校的时候一个很大的令牌。理事长，我请教一下，其实全台湾在2000年以后，因为少子化，因为这种教育人事经费过大的支出，所以有这个并废校、小校的这个裁并。其实苗栗绝对不是单一个案，全台湾风风火，整个都在到处的蔓延进行。刚刚我们的科长讲到了，苗栗县政府还是比过往还更宽限那个废校的时程，让地方好做因应准备。在他们的 SOP 的这个整并的行程里面，已经是自认为相当的完整。不过你这样观察全台湾整个县市政府的废校的过程来讲，你觉得在这个流程里面有没有少了一些什么关窍？是哪一些核心东西没有被注意到的？刚刚主持人讲说，这个现象其实不是只有苗栗这个样子，其实好几年前就慢慢去发生了嘛，一波一波的呀，一波一波的发生。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基隆市政府每个县市都有一个教育审议委员会嘛，就通过有3所学校要并校，好，但是呢这个通过之后消息一出来，马上引起学校那个跟社区的一个反弹，所以现在暂停。好，暂停。然后暂停之后怎么办呢？暂停之后呢，基隆市政府就在想办法说，应该要给他们一点机会。我们做小校转型，而小校转型也不是基隆才开始，在好多年前，现在最有名的是云林。云林很久以前就在做小校转型，就是因为了不要被废校，会有一个新的出路转型，给他们一点机会。真的做不好再来谈废校或并校。所以给他们机会。我觉得转型不是说就好像放任你就去转型，县市政府要有点配套，有点资源啊，对啊，不然他怎么转型？因为这个学校本身之所以会变少了，表示这里的学生变少了，社区的人变少了，然后老师也变少了，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不是地方能够单单解决。县政府要给他更多的资源，让他能够去转型。谢谢理事长。小校整并的原则，清清楚楚的就告诉我们，整并应与民众沟通协调为大项，唔係講為廢就廢，係講本應短嘅事件就會做的。還有我們在看到地方縣市政府在整並前的相關事項，這都是名列條文。廣東嘛改呢？當然看到第一點，在這個流程的個案分析利弊，要針對好比說我們新開呀，我們的幾個分校它有什麼特性，它的整個社區結構、學生的發展趨勢要做等等的評估。不過我們從苗栗縣政府提出來看到的，目前還是以人數為主要的考量點啊。那從學校、教師、家長都要分別進行溝通，這是一種尊重，還有一種重視的態度。最重要還要得到所有社區嘅共識。我們是不是開放現場請提供給鄉親到安尼講，你要擺肥高價格話，吼，產業就地道來講，就得到交通，就得到水民一定會接受的麼？來給信上歷史中醫吼。我們新開有一位潘昌米老先生啊，他講一句話一直流傳在給我們這裡現在的人，年輕人都知道。他說再窮也不要窮到孩子，所以他賣土地去培養孩子讀書啊，所以你就知道我們新開人這種精神，一直到現在。剛剛我聽國教司的科長講，他說我在5月份是什麼時候就跟我們講，我一直就沒有聽到說學校要裁並要這個消息，所以就沒有聽到這個消息，所以我們就是說很痛心，為什麼在教育界這個地方，為什麼不講誠實的話？你要廢校，要並校，你一定先來跟我們村裡面大家來做一個調查，做一個評估，做一個協調，這樣子以後來，我們聽了以後，真是我們沒有這個能力，我們心甘情願。至少有知的權利。我先感謝理事長。我看到隔壁也有一位我們的老師，他是退休教師哦。老師應該也我們搶門啊哈。了解交通順民方面有哪白麼？你都有地麼？
3月24号县政府开县务会议的时候，他就宣布30人以下的学校要废。那么第2天的报纸呢就跑出来了，好，很多报纸就登上了。事实上，我们大家所认知的早期认知的，是认为20人以下，因为去年以前都是20人以下。新县长上台以后，他就把他突然之间在县务会议的时候，把它变成30人以下。所以呢，当报纸出来的时候，于是呢，大家都清楚了，各位乡亲都知道，出到外面去，人家问的第一个话题就是你新开国小要被废了。但是那时候呢，大家并没有说很在意，因为大家都是认知是20人以下嘛。哦，所以你都是听到外面说报纸写，对，自己都不知道。从来没有说来这边来跟社区做一个协调。刚才就是在我们讲的整并办法里面有，一定要沟通，一定要协调，一定要取得社区的一个共识。这是教育部还有我们县里面自己颁定的整并办法都这样的规定，但是都没有。所以教育处方面有点像是宣布型的，而不是先说明沟通型的。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疑问。我先谢谢你哦。我请教科长，科长针对村民这样反映，你有什么要做回应的吗？先来回应潘村长他所提到的20人的这个标准，其实我们苗栗县小型学校整并作业办法102年就已经公布了，那时候公布的规定的人数就是以30人以下作为我们整并的作业对象。30个啊，不过这个说明这个过程流程有让大家清楚吗？那再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我们的整并作业办法里面有提到取得共识，但是我们的取得共识呢，其实是针对整并的作业流程还有配套措施和村民们取得共识。所以县政府的意思说，我来做决定要不要废，等废了之后要怎么样转型或怎么做，我再来跟你们沟通，是这样的阶段不一样啊。跟主持人补充说明一下，其实按照教育部他所颁发的国民中小学整并处理原则，它也是明文的规定说，取得共识就是针对整并的流程还有配套措施。谢谢我们科长的说明。其实讲起来也不得不说明一个事实。这个地方县市政府对小校的裁并是属于行政命令，它没有实质的法律权利，所以它不用通过这样的说明。不过我们今天就事论事，回归到一点，刚刚我们的乡亲有提到，我们的大湖乡的新开村有一点点悲情的历史。我们怎么这样说呢？原来过去在开鲤鱼潭水库的时候，跟新开国小的人数持续的下滑，它是有一定原因的。因为开的水库形成淹没区，地方住民不能生活，只好就被搬出去。所以我们的新开村一直逐渐在人口上缩小，这不是人口的自然老化或自然的衰减，而是因为配合国家政府政策的问题。所以从村民最质朴的心理跟需求来讲，就是如果我们开始是为了国家政策而配合造福大家的公共利益，为什么连孩子最基本的教育权都要因为人少而像处罚似的废除？所以他们不能够接受这一点。这是过去的历史。那我们着眼未来，小校会被废是因为人数不够。但是你敢问题嘿，人数会永远不够吗？我们就看准了新开，就只有老人家在这边生活，不会有年轻人进来，不会有人在那边结婚繁衍第2代吗？究竟我们新开在未来有没有学生成长的趋势？我们抢采题改，你改期信上好吗？你好，根据我们大湖户政这边得到的资料，我们新开国小真的只会人越来越少，我们的人口老化，不会有新的人吗？这部分昨天让你损命吗？根据这个资料显示的话，我们新开国小就是这2年的学生数会比较少一点点。到了第3年、第4年、第5年的时候，那个人口也会增加。那个现在会减少，当然主要就是受水库新建的影响。但是对未来，是因为这几年来有一些青年返乡，又准了耶哈。那我们这边这个区域也种植了一些高经济的高阶梨、草莓这个作物，让他们有一个梦，回来这边经营。是，他也是在这边结婚生子，小孩子慢慢入系也要在这边就学的。所以才会有这后面人数会增加。105年会有10个小朋友，106会有6个小朋友，到107年还会照户政资料还有19个小朋友。所以我们这样看起来，至少还有1、2、3、4、5，还有5年的学生人数成长期呢。对。那如果说新开在今年的新学期开学没有满30个就被废掉，那这些小朋友去哪里读书嘞？那照他的。就要来问我们的科长了到分校训练了。原来是这样。好，我们先谢谢我们的七台购。
我请问一下在场的乡亲哈，刚刚我们徐大哥讲了，我们现在的果园种作的非常好，年轻人回流。现场有没有小朋友在将来1年后、2年后就要来读我们新开国小的？我有看到这位先生，你好，请问你也是住在新开嘛？哈？对，我住新开，但是我是6年前回来的。哦，所以真的是因应返乡潮，有小朋友要读书吗？有，他是2年后要读书。2年后，对，要读国小。时间点就落在将来，他也是这个要读新开国小的这个学生。明明有学生还准备要读书，可是从家长的角度来，听到说教育处要现在因为新开国小人太少了要废校，你们家长的忧虑是什么？我不知道，因为他没有跟我们讲说你这个学校废校之后我们要去哪里读。那你如果是去我们邻近的那个莅林国小，它也是小校啊。那如果以教育处来讲，你小校因为人数少，所以你要废掉。那莅林它可能，我小孩进去读，可能读到4年级、5年级的时候，这个学校它也面临废校。因为它也是小校。那也逼不得已，我只好可能会去读大校。可能去卓兰读。那我去卓兰读的话，我可能就不会住这里，因为卓兰国小离我太远了。那如果你举家搬过去，那你在这边的园子啊，你在这边做的一些产业怎么办？我可能不会住在这里啊，因为我小孩子的教育问题嘛，我不会住在这，但是我人还是会在这边耕作。我们从这位先生听到，我们刚刚讲说，为什么学校不只是学校？原来一个学生搬走，整个家长、整个家庭的生活结构也会改变。那一个家庭改变，10个家庭改变，这个村子到底是繁荣还是没落？原来跟学校这么有关系。科长，我再请教一下哦，您刚刚提到说，其实我们就是依法行政，就事论事嘛，哈。针对小校的整并，当然我们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拟定一些计划。我们也看到这张表格哦，这是从教育部下载下来的。其实，在一些原则上面，我们就讲到说，小校要废。可能不能单只是从学生人数来下手，一定要做多方面的评估，包括我这边看到说学生的人数趋势，就像我们看到新开还会成长，还要谈到说我们的整个社区结构。科长，你们教育处有没有看到？虽然我们从数字上有看到这些学生的户籍可能是在新开村，但是其实。因为我们新开国小并不是位在都会区，我们很难去预估说1年、2年、3年之后学生实际的就学人数有多少人。所以你们的观点听起来是从消极面来考量，它可能会流失，而不是积极面来考量，它可能会增长。也不能这么说，其实我们按照我们苗栗县的整并作业办法。定的就是30人，所以还是以人数为最高指导原则，总是要往最坏方面去想，也是为了顾及学校的学生的受教权啦，是不是？是的，我们也是很努力的在维护学生的受教权，也提出了许多的配套措施。那我们也预计在9月份之后呢，会陆续的到这些小型学校来进行沟通跟说明。好，先谢谢科长。你国内看一团样片哦，讲到你下政府在台图方面。老提奉撒去见面，去个意见系呈现完全冇强人个对立面，了解研究系到哪位咧？你先看了同报道，咱个继续咧强调理位下，你个历史中。新开村因为其的灵潭水库人口流失咧，不过因为系水源保留区，为地方产业保留的好环境，很多年来因为印度的后生人归到家乡做农。因为把水库也片的气候啦、天气啊的，种下很适合种亚内地的，农业也普遍啦，很有认真做的话，未来一定可以更好的发展啦。当路一批的农民真欢喜，事业有人接受的一种非教力，使本几年希望变失望。也千多后生的转来就业啦，哈都咱开始有嘛哈，咱好多后生都会回流转来，根本啦有嘛越来越高，实在都本来给人感觉很沉痛啦。我这个老大他是后年要读1年级嘛，所以现在就看新开国小有没有办法读得到。连村妇两公婆6年前归到新开村做家庭，他也来嘅2年以後就會脱手好嘅，天熱寒天滿熱，新開村突然廢校，本幾年唔掉樣格實。政府很認真的7年回鄉，但是他有配套措施嗎？沒有我們都是單打獨鬥。
他连一间小学，他连去做一个实验小学，或是让我们转型2年来做一个教育，他都不肯。那我的小孩子要怎么读书？我现在身为一个妈妈，当然我也是希望说这个学校能够尽量能够留下来，因为毕竟我跟我先生是要在这边定居一辈子。产业发展和个学校教育看起来无相关，就系一眼熬到黑黑。产业包括人文、地、产、景，是在中间而已。但是在教育这一块是在前面。我们既然要发展了，年轻人会回来，年轻人回来的时候会不会生儿育女？会。但是你把它废掉的时候，他求学不容易。比较的时节啦，当然对啊后生的也就转来啊，哈，土不用，手业也就落去啊。当然不使有个小学的啊，特殊的方面的问题，也主要关于太人的工作方面嘛，接送也就方面啊，有嘛。当然，如果带来当地的不便啦。废教对新开村的影响，唔单止係細年的暑假期，後生人嘛冇回到家鄉，按家樂富的意願，家家嘅人口會老化，故所村民就少。廢教唔單止為廢嘅地方嘅文化，就連總頭嘛會冇睇。看待這樣片吼，我問題會請問人家立法委員委員啦吼，就好像你談到教育處講起來哈。從比較偏向科學精神的方式的角度切入，就是學校的人數不足30人，這就是一個門檻，好，就可能就是要廢校。不過財體嘅向性有講到，就算今晚到33應該社學校，對地方來講，它係非常重要一個精神堡壘。為讓應用一群，那可惜社學校嘅發展係咪用單強用經濟的方式原理原則去解釋嘛？我们现在最遗憾的就是让他堂去了验证府，反正某3-4倍拿副 Q 查，没有3-4个我就是要废了。那剩下来是来说服你，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中央是不能同意这样的做法，而且这个规定要事实上是违反这个规定。我们不断的强调讲，验证府你总得先给听，因为决定一个学校要不要废，唔被胆枪引书啊。还有一些社区的认同、社区的发展、产业的发展，尤其要纪念哈，我们一直在提所谓的产业地方性的产业，青年人哈，后生人要转了，后生人要留下来。那我们要问，后生人转了留下来，今是供生人呢？他要念书啊，生人要读书啊，难道又要赶紧11点钟以上的才让小孩到外地去？这个本来就是作为一个政府要做的。那人家他都想问哦，因政府为了上一点的社会高的钱，他不断的告诉我们说，他要推动地方的产业的村钱。县政府的这个思考里面，为了要让我们地方产业发展，难道不用考虑教育吗？尤其是呢，我再一次强调，雄众要腿啊，太府雄众，我们大湖的务农啊，太府的农民啊，还全苗栗县啊，我们全苗栗县18乡镇的农民所得，算是已经是种植高经济价值哦。亚得为农业的形态啊，我们这个农业形态，如果连后生人都赚了，你都没有办法让它可以真正的在地的生根。那他们一般都赶紧啊，3年同农业梯，然后后生人留了呀，然后呢，老人家的时候又在留着，等于是被迫让我们现在所有的这样子有可能发展农业的一个好的乡镇啊，你整个逼迫他年轻人也不用回来。那请问我们18乡镇，难道我们除了高经济价值以外，你要叫他去种佛还要去种其他不是高经济价值？如果连我们大湖都没有这种发展农业的条件，来让我们年轻人留在这里，甚至要帮他配套好他的教育，甚至说其他周边的环境都要帮他思考。我们在谈产业还不止这个呢，没高用呢，你还没有加钱本给，没有辅导本给，这个都是我们县政府要考量啊。做一个太嘎重，那县政府太嘎重，怎么可以把我们青年人送到那边去？所以我再次强调。废校这件事情，我认为我们县政府哦，他把它送到了中央啊，公央还中央规定，只有中央规定来去对要求讲清楚。我们中央从来没有说规定里面啊，先决定废校，再来并校说服大家，对，说服太嘎讲，马该太嘎的同意啊，没有。所以我还是强调这个东西，拜托，我讲清楚。好，非常感谢委员熊总，今日熊总也来到现场哈，乡长。真的，其实我们原来学校不只是学校，这不是单单一个口号。从废校看到整个问题是结构性的，是缓解的。对我们新开来讲，对我们整个大湖来讲，留住一所学校就是留住根。因为马干问题熊翻。如果你要决定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本上你做先老地方上的人来沟通，然后
针对人家新开来讲啊，相信面对少子化的问题，或许是未来的趋势。但是呢，青年回乡也是我们最主要的推动的一个产业节流的这个一个问题哦。假使讲，迄讲人家就思想又让人家都向前讲，他要某个时节，忙去诉诸媒体啦哦，去甲闲下来。然后可能会废校的那几个学校，先来沟通，老讲，第一个我保障了学生的受教权，第二个呢，我决定不会让家长有压力，第三个我的配套措施全部都做好了。不过熊总，现在新开很特别不一样哦。他们是明确表达意愿，我不要废校，而且我要尽其所能的让学校转型永续。你系出名嘅意见哦，所以记得系从下而上反映出信上，你有勇而款。所以说我刚有说沟通不足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新开的乡亲诉求2年。并不是很长的时间，这个中间呢就缓冲期嘛。我想年轻人回来的话，要让他可以发挥他的空间，发挥空间了以后呢，那当然结婚生子也要让他无后顾之忧。谢谢。其实我们在打拼人口成长率，就是打造一个安全，或者说打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让人想结婚，让人想生小孩，这才是解决学校学生人数不足的一个积极的方面哈。先感谢向总。你先协群哈，咱譬如讲咧，会继续强调，你采提个向前，记得要提出咧两年嘅转型计划，好，就提奉向前去甲来做诶，你得看计样做，你先协群一下。欢迎大家继续转到出面台府嘅讨论现场，你来到系幸亏共同两篇嘅唯一意见嘅学校为回帖。采提个向前，冇希望学校本人回帖，记得希望学生还做得继续留下来。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全国还真的算是很罕见的特例，地方社区团结一心起来进行小校保卫战。我们看到具体的一个诉求哦，他们提出所谓的2年转型特色学校。我学校小归小，但是你不要废，因为我们想把它做好，让它未来变大，不要因为它现在过小，你就要废掉。那个问题应该请问采提改村总，我们的在地村民，我们这小小一个村，大家辛苦种水梨、种水果来养家活口。可是我听说你们为了这次废小校这件事情，这是全村总动员，有10块捐10块，有1000块我捐1000块，总共募集到了多少资金？准备要做什么？就是为了要来救这个学校啊。其实我们是逼不得已啦，最后在7月19号成立护校会。护校会那时候就开始乐捐，其实护校会前我们就开始乐捐了。我们跟比较在外面的比较杰出的校友啦，比如说做生意的那些的话，我们现在手上大概75万，今年可以动用。其实我们这个要废校，我们这个部分，我们有一些规划。我们的乡长我们都有沟通过，他也很支持我们，所以的话。我们事实上，我们可以把水库回馈金明年以后，水库回馈金这个享受，我们的建设，我们可以挪一点出来，也就是村民牺牲享受，把水库回馈金这个部分，都要用到学生身上，牺牲下来，把我们呢来建设，我们就是来转型我们这个学校。说老实话，新开村幅员这么广大，多山路长，它少做一个驳坎，就让我们新开国小呢。可以很多的经费来支援，但是这个要经过我们乡公所的支持，也要经过我们水利署它的一个支持核准这样子。好，非常感谢村长。其实了解新会村哈，记得众多安用改签，想尽办法。比如说，现在新学期开始，我们新开国小朋友的课后辅导咯，或者是作文才艺咯。哇，其实说起来又有点心酸，又有点感佩。竟然这个不是由教育主事者、教育单位来做，是由社区、由家长自己来做，想要把孩子教得更好，想要把孩子留在这边。他就去到乡亲朋友就昨天到你讲到，啥去见面嘅心又很用而兴嘅。因一新开啊，伊特色啦，因有啊，高经济嘅农业啊，有嘛哈？像草莓、泰梨。尤其个泰梨啊，迄青苔种咧，也是在讲啊，
传说文明讲遐个泰利啊，迄亲友。所以大家都会转来种，系吗？所以后生的啊，就开始慢慢的就进转来，包括我自家货房地包，就有差不多6、7个。哦。哈，6、7个已经后生的转来，既然转来，将来还要比较，啊，将来要比较，跟我遐个后生的用来个咋？学生个冇好教好读安尼哈。是。嗯哼。所以相对呀，我是一同学。哦，徐大哥心里会很难过哈，想到孩子没有学校念。好。因为呀，农村再生啊，也系苗栗县政府也系政府推行，各位个有冇年轻人啊回乡，也两种啊，家乡以来个投资到人家乡村啊，个经费啊，金钱会比个一个学校个经费，人讲个学校个经费金钱会较多呐。二来安尼节流金钱差，未来人家比你讲，传统人家老一批后生个样个啥，而迄冇转来，迄唔係了限喺度咯。谢谢这位大哥，他很心痛的一个陈词，先谢谢你哈。学校留不住，这个村子可能将来也会被冰封。他就向亲朋友这位先生，因为我都为学校做的长途间的付出，像来学生的，我来学生的真的无安简单。老本人通老讲，我非学校的，我做嘛人也学生的，欠到辛苦过少。过我就有当3万以筹措间的资金，想分野学校维护使用。学校老师嘛，当3万以老本以转发民权国小一双华德福的课程。唯一的希望就是本辛苦过少维持下去。按本来的2年，干嘛按困难？干嘛？真的有那么困难吗？给不出这2年吗？我们只是想好好做哈。对。好，谢谢。向亲朋友讲到咧哈，村民就希望让那个学校走起来。不过县政府一旦放话了说，新开就是要被废校的5校之一。他们再努力，要怎么样吸引学生？大家都不想要有不稳定的教育环境。到县政府现在他们的态度，这2年的转型期如果给了我们新开，对其他的4间小学就不公平，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开此例，连2年都不必谈，何况是转型小学。不过科长，我想请问，如果我们讲到依法行政，真正要讲法哈，我们从宪法开始，从国民教育法，从教育基本法，真正法的教育精神是要落实小班小校的精神。那现在我们小班小校已经推了一段时间，现在又因为学校过小要废，这2个不是互相矛盾？不过现在教育处对我们新开村民所提出来的像转型的盼望、努力争取的时间空间，显然都是给予打回票，认为如果真的要说明沟通，就等到废校确定要裁并之后，我们再来讨论沟通，是这样的阶段精神。不过从教育单位、从教育主事者的立场，你能不能跟我们说，其实你们也有你们的忧心、你们的考量，废校是不是不完全是因为经费跟学校的学习是有关系的？这方面你能不能够提出论述、提出说服，让我们的乡亲知道呢？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哦，这各县市整并的学校人数标准啊，高雄市有80人。还有屏东县是60人，嘉义县市是50人，甚至彰化县还有40人，我们苗栗县以30人，对，已经是很低的标准。那大家想想看哦，一个学校30个人，一个班级平均多少人？5人，那么老师要如何来改变他的教学方式？要怎么样来做分组的互动讨论？其实老师的教学方式受限，对于学生的学习还有同侪的互动，都是有不良的影响的，所以我们完全是站在学生受教权的保障上面来思考整并校的这件事情。大班比较有优点，谢理事长，小班没有优点吗？我非常佩服那个新开社区哦，从那个未来那个就学学龄的那个预估，
跟提出这个2年的转型，我真的非常佩服他们。我觉得这个事情本来应该是县政府要去做的事情，现在换成地方他们不能只看说现在有30个人以下就要把它废掉了。刚刚科长讲说，30个人，所以平均一个年级只有5个人，群性教育不足啦，他的意思。对，我要说，譬如说以中央来讲，刚刚我们那个退休老师也提过，有一个实验教育3法通过了。这我自己在看这个地方太优了，应该很适合去做实验教育。第二个，教育部也在推混龄教学，他们也看到说，因为班级人数少，所以呢，可能教学上也许会有一些不足。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做混龄教学？譬如说1、2、3年级就把它并成一班，或4、5、6年级并成一班，这其实可以发展很多的特色。我认为教育处应该多用功一点，不是说通通把它以30人为标准就把它废掉了。刚刚那种人口趋势，我们那么鼓励年轻人返乡来做一些事情，提升地方的一些经济，结果我们用这种方式，其实变成在惩罚这些年轻人返乡。我觉得这是不应该做的事情。谢谢理事长。未然安雅强文哈，实验教育3法，他强调是一种希望可以活化一下我们僵固的想法，来点另类的思考哈。从中央已经通过了这个法，事实上呢，跟过去我们一连串从1990年来开始的教育改革，建构式数学也好啊，或者是9年一贯、12年国教，我们都在想方设法的做这些调整。现在也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台湾的人口确实越来越少，少子化的问题是普遍性的。人家部分有的性改诡辩哦，从苗栗县政府，它只可以打开它的框架。教育部哦，其实在过去哦，有面对很多县市都有推森林小学、华德福教育，其实都会哦，看到and过去哦，那教育的方式哦，确实是比较固定、僵化、单一。所以为了要推动多元，所以实验教育3法就是去为这些学校试办的学校找到法源依据。不管是你是公立学校，还是唔係公立的學校，你都可以为了你自己的学校发展出实验教育，目的就是为了要多元嘛。你为了要多元，所以刚刚教育处讲说，你小班就没有办法获得所谓同侪的互动或者其他的，那它就是单一思考啦。华德福学校有一度推背你哦，罚钱从4年的送到森林小学、实验小学、华德福会帮给去做 C 哦，华德福哦，那是德国的一个教育理念，就是从动手做来去学习，按用的理念同德国先进国家都按用推动。如果今天我们的新开是以农业为主，我们从自己的农村乡村里面去学习我们在生活里面的在地特色，我觉得搞不好我们的新开国小将来有可能因为实验教育3法，对有可能会变成下一个我们台湾真正的我们苗栗的华德福。非常感谢魏然。那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台湾哈一乡一特色，我们的最美的风景是人，我们最美的风景是产业。透过产业、学校、社区3方结合，往往蹦出不一样的教育花朵，他们是互利共生的。在我们新开，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典范。现在可能哈佛改俩腾新闻报道。偏乡的小學校多數攏集中喺海邊的，無就係山區，教育嘅資源年代就唔拉。比較以後，學生嘅學到河南人嘅學校嘅去讀書，本偏鄉嘅教育變到河南弱勢。唔該冇去讀書，佢要讀書，所以呢我行嚟讀，係嘛？做好哋嘅安全咧。睇少子化嘅根本意，偏鄉嘅學校人數無拉多，除咗比較以外，還有乜嘅純粹嘅條件，做得改變整邊嘅命運。我覺得我們新開國小有個很大的優勢，就是說它是在大自然環境之下的一個小學，然後它有很多大自然的一個優勢，好讓小朋友來更加認識。我相信我們新開國小一定可以突破這一次的困境，好，然後轉型成那個比較有特色的。為了讓偏鄉嘅青年有河南多年嘅學習環境和個素材，地方人士對新開國小轉型變做特色嘅小學有更多嘅想法和個規劃。我們去年村長剛當選的時候，我們還在研究要怎麼弄，包括不輸給城市的小孩子，要做雙語，要做生態。我要把農村再生計劃劃進裡面，把小孩子教育成生態導覽員，我們都在積極在做。計劃過唔多變化，唔過新開村的村長還係當初建嘅愛爭取，希望縣政府本件嘅機會。就讓我們有2年轉型的時間。如果2年轉型不出來，那麼呢，我們很願意你把它做一個裁併。唔過得到嘅回答是係。現在還找不到法源依據啦。如果有法源依據，我們才可以上法啦。
苗栗县的教育处长刘福庆就强调，小学校的裁编是关于教育的政策，各学校会判出教育的特色，向学生的合国家长的认同，提升人数，增加学校的生存的道理。不过，从以下完全拢无符合公安道就会废教的做法，又有可能发展学校的特色呢？你听啊，像养片，你看到这种小校转型，当转型策略深入社区的时候，常常可以开出不一样的教育花朵。我们谢理事长有讲到，我们云林有很多成功的小校转型的典范，他们利用当地的在地特色，好比说像紫斑蝶、像咖啡、像甘蔗，其实东部还有离岛都有自己的特色可以发挥。我们新开有没有呢？我们来听听我们在地社区发展协会的说法。你好，我们讲说教育是百年大业，不教而杀之谓之罪。我们新开国小，自从我3年前接农村再生计划之后，寒暑假因为有草莓跟大雨的关系，家长都比较忙，我就推动北科大一对一的教学，来暑期做辅导，这个钱我出，但是你们县政府做什么？在我们新开里面，我们有1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遗址，我一直在争取网型物馆，我在新开的。农村再生里面已经把它列为重点，我们在做，你帮我们什么？今天讲实在话，是你要教我们做什么，不是我们不足30人，你帮我们废校。梨潭，我8年前来这里买土地，我算是新开的新住民，我积极的参与地方，这个地方它比日月潭还漂亮。我们跟乡长都谈过，要发展成套装行程，我们积极在做，县政府给我们什么力量？不是说把我们废了。我们在做生态小学的时候，要教育下一代。我们这里有一个大安溪国家森林保护区，300公顷，这在我们旅游地图上面是没有的。这是第14个，是很好的生态教学的场地。我一直把力量一直投入在这个地方，但是县政府我没有看到力量，只有看到扯后腿的力量。你能告诉我，你能帮我们什么？不是我们学生不够，你把我们废了。但是我们人口一直在成长哦。因为我们的青年返乡，他的下一代要不要在这里读书？要。你把一个100年大校废了，他的文化传承在哪里？好，先谢谢执行长。我问题本来要先开放给村民，不过我请教科长好了啦，因为刚刚理事长连3问。县政府做了什么？县政府做了什么？要跟主持人还有各位社区长辈们在这边说明，就如同我一开始就有提到的，我们现在只是做一个预告程序，9月份之后会陆续的到社区里面跟大家做个沟通以及说明。那么至于在整并校之后，我们会努力的部分呢，大家可能会担心。大家刚才也提到了，我的孩子没有学校念，其实不是没有学校念，我们只是换了一个地方，要到邻近的学校去念。我们贴心规划交通路线，帮忙家长来接送。那么，而且也补助了交通费。另外呢，课后留校也是免费的，同时也会补助冬天、夏天的制服、运动服还有帽子。是科长，其实这些比较相对绵密的一些配套措施，你们已经提出来。不过现在地方的需求提的是在裁并废之前的沟通，如果你真的要帮忙，不是帮忙他们废校之后的接送，是帮忙在裁并废校之前他们转型需要的资源这一块，那你有听到吗？刚才新开还有我们委员以及理事长都有提到实验教育的部分嘛。那实验教育的部分，如果新开村或是新开国小有这样子的需求的话，那我这边是没有办法跟大家承诺说我们一定会同意或是一定不会同意，只是说我们就按照目前现行的规范，如果学校有提出这样子的计划，我们就按照相关的规定来审查。是，我们的节目是让在开始录影之前，我们邀请的是教育处长，那处长请副处长来，副处长在最后请科长来。但是我们今天希望现场这样讨论的一个他们的诉求跟声音，非常希望我们的科长能够带回去处理，让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还有一些转型的需求。好，我们把时间开放给我们的村长。把新开国小废掉以后，有一个配套措施。我相信在座的家长，只要是在座的家长，都很清楚他的配套措施是什么。第一个，他会到府去接送，不是收送哈，接送。但是呢，他从来没有跟我们的家长沟通过。我们家长都很了解，你到府去接送的话，在新开来说的话，你会碰到很多的问题。我们有学生在我们的双坑道上面，就是山的另外一边。
有一个学生他是在我们的关山道的上面，有一个学生呢是在环湖道的上面。光是这3个学生，你去接送的话，你就要40-50分钟了。这样啊。那么就像我们25个学生，我们以前是25嘛，现在已经30人了，当然就没有面临这种危机的感觉了。但不25个学生，你一辆9人座的巴士，你说买一辆新的9人座的巴士来接送我们的学生，那么你要走3趟。光是那3个人，你就要走1个小时了。你是不是让我们新开村的学子5点多你就要起床了？这个呢，你们有没有来沟通过？没有，你们只想说好到府去接送，然后的话，我会准备一个制服给你们。拜托，国小哪里有什么制服啊？它只是一个运动服之类的，还加上一个什么东西？我看了就觉得很好笑，他会送大家一个帽子。听起来很枝微末节，跟核心所以的话，的不我大一样。讲呢，我现在讲的意思就是说呢，你们的配套措施讲的在外面讲的很好听，事实上来说的话，你们执行的地方可能只能在比较没有像新开这种就是关刀山888公尺的这么高山上面来执行。但是你们来沟通过吗？好像都没有。谢理事长，我们从教育的观点来看，苗栗这次废校的事件应该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形式？是，我觉得县政府真的应该要有更多的时间充裕。其实那个30人以下，其实好几年以前应该都可以预估得到了，而不是到了已经要30个人了，到了那个法律的边缘说，哎，我就要废校了。那这样子等于说，刚刚像我们很多年轻人在这个地方，其实有这么好的那个我们的社区居民，这么好的家长，这么多的年轻人，我们县政府更应该帮助他，让他能够发展得更好，而不是说30人到了我就要废了。我觉得我们科长应该回去好好的去跟你的长官去反映这件事情。是，谢谢你。其实我们知道新开村为了要保住新开国小做了蛮多的努力，那也知道有几位学生是从其他学校转学过来的，所以现在人数已经有达到30人。那基于教育的立场，而且也是遵守国民教育法的学区入学精神，我们希望孩子是有居住事实才来这里就读的，不然小年纪他就要舟车劳顿，早上睡不饱就要来上学，可是然后上课又打学校瞌办得睡。很有特色，很好，反而想来耶，科长。所以没关系，应该重点是所谓的教育选择权，人一定是选择好的，不会选择不好的。所以我们如何把学校体制弄得很好，而让大家上学都快乐，教育都有所得，这才是我们积极目的，会不会是这样呢？如果新开国小愿意在走实验教育的这部分的话，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对，就是按照规定，就是送过来，然后我们会按照相关的法规来进行审核。我再次强调，整并学校这件事情不是只有人数，如果我人数到达了，你都还要怀疑有没有居住事实，那这样子的话，请问你的标准在哪里？你县政府的公信力在哪里？人家要来念，人家看重新开国小的这些精神，甚至要把小孩子留在这个学校，有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那我们县政府都还怀疑的话，你的标准在哪里？我再次强调，标准不是只有人数哦。县政府今天把这个标准已经降到唯一单一标准，说以人为主，人数为主。然后呢，如果有其他的小朋友要来居住，今天要来就读，他今天愿意来这边就读这个学校，如果都还遭到县政府的怀疑，要把这几个学生给剔除掉，还认为说不符合规定，显然县政府就是预设立场，那好搞，管一轮嘛。我再一次强调，如果今天我们县政府这个态度，那他真的要讲清楚，真的是为了只是省钱吗？他有没有想过，为了追生年呢，搞同的省本，还有后赏年，他今天放弃这个乡下我们可以发展的高经济农业，把它带动地方产业。本县政府某天有观光属意吗？本乡公所有属意吗？年轻人被迫又在离开我们大湖，都大兰，甚至连卓兰都不去，又搬到台中去了。这难道是我们苗栗县今天要走到最后的结果？我再次强调，如果县政府他今天听了半天，还是强勇讲人数啊不足哪多管，你人数要他临时啊转进来哪要某一堂强勇管，那就是废校，就是灭我们村，那就是灭我们的农，这实在是有点离谱了。好，我们以科长，今天其实谢谢你来到现场听大家的声音。不过我们最后总结哦，
真的，如果县政府还是一味的以单一人数思考来看废校问题，而没有办法看到学校的特色、社区的呼唤这种诉求，这样的教育体制之下的未来小学生，其实大家是忧心的。回应我们村长、还有村民、还有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苗栗县有小型学校整并作业的评估指标，评估指标里面有12点，那有一般性指标呢，只要过半就可以进入教审会呢就会开会同意，就是要进行小校整并。那刚才村长也提到了，其实我们的目前真的还只是在预告的程序，也跟大家说明了9月份会到各校来陆续的做个沟通，还有说明。那如果真的到了明年2月1号，人数还是低于30人的话，那我们就是会再进入后续的流程，包括提出评估小组会议、提报教审会这些流程。谢谢科长，所有的流程都是设定在这个不足30人就要废校。10个指标里面，他说过了5个就要废校，那其他的另外5个，如果它的比例强大到可以盖过前面的反对的5个，为什么不能够针对个案来进行活化探讨？教育是100年树人的事业，小孩子的未来，我们再怎么小心都不为过。以上係今日村民大會多了解討論，非常感謝大家收看，也大家大家親自，祝福大家平安快樂，一年再會。